大家好，我係 Henry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咧係花圃街花圃別墅嘅 A 座底層2室單位。咁佢實用面積612尺啦，3房單位嚟嘅。咁佢附近嘅配套亦都好完善嘅啦，有1城商場啦，然後行10分鐘左右嘅路程咧，就去到九龍塘地鐵站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了解下個單位先。外面環境十分乾淨企理嘅。咁呢度行落轉咗就去到呢個 A 座嘅入口啦。入到嚟門口就係客飯廳啦，而且客飯廳分明，窗口嘅透光度都十足，而且我企緊嘅位置都可以做張鞋凳嚟換鞋。咁呢一度就係客廳啦，咁客廳望過去空間都非常寬闊。咁直行呢條走廊啦，咁轉右啦就係廚房，廚房嘅空間亦都足夠嘅，咁都配備一啲雪櫃啊、洗手台啊等等，而且配備窗口。咁我哋再轉左啦，轉左嘅話咧就係一間客房啦。客房位置我會建議做一個碌架床，咁就可以妥善善用空間，而且都足夠放一個電腦書桌。咁我哋再直行，直行嘅右手邊就係一個洗手間啦，係創咗個企缸設計，而且一個通風窗口，配備抽氣扇。都有啲收納嘅空間嘅。咁之後左手邊第二間房啦，咁呢間客房就稍微大少少啦。咁都係一個碌架床嘅設計啦，咁都係一個電腦書桌。咁其實咧都可以見到咧，業主都做咗一啲收納空間嘅，例如衣櫃啊等等。咁呢度開嚟睇下啦，都有塊鏡啊，等你可以打理一下。即使放一張碌架床啊，後面都足夠放一張電腦台。咁呢間房又比起前面一間客房，空間稍為充足嘅。咁我哋再去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同樣都放置咗一啲收納空間啦。咁其實我認為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放一張大床都冇問題嘅。咁而且佢個收納空間亦都好足夠㗎啦，已經。3間房同埋客廳嘅位置望出去同樣都係向東。咁空氣流通都相當之十足嘅，都有個對流窗啦。睇咗咁耐，大家對呢個樓盤有少少初步嘅了解啦。咁其實咧，佢一啲全新嘅裝修咧，都尚算新淨嘅，而且都配備一個咁舒適嘅環境啦。咁我個人都好中意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返我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